屏东民用工厂火灾造成10个人死亡，113个人受伤。民用的董事长宣布要予10个受难者1个人30万的慰问金，其中6个员工会补偿丧葬费加40个月薪水。若4个殉职的消防员会另外拨款，其他员工就业的部分，不管是要留也要死，拢会保证薪水会负责到年底。再次表达对此事件最深歉意。记者会开始进前，民用公司董事长率领干部清清鞠躬，搁再一届会失礼。事发到即马3个礼拜，15号公司说明着灾害补偿还有中间的方向。员工的抚恤跟补偿的部分，补偿金额绝对不会扣除员工可以请领的相关保险金。4位消防英雄，国家虽然有给付抚恤金。公司也决定要另外拨付一笔款项予以补偿。民用统计事故造成10个人死亡，113个人受伤。目前4位重伤，还有几个人轻伤，需要持续来住院。强调伤者的医药费因会全部负担。到15号为止，已经付出2530万，嘛附上着公开信托基金5亿的契约书，展现着因公司的诚意。我们会再参考高雄气爆、桃园敬鹏大火以及彰化联华食品大火这些大型事故的补偿模式，来作为我们后续从优补偿的参考基准。在这次的事故当中，有4名消防人员死亡，民用会另外予因补偿。而死亡的员工已经付因每一个人5个月平均的丧葬费用，还佫有40个月的工资来当作是死亡的补偿。因为民用目前也佫咧停工，公司嘛保障现有员工的就业权益，因会启动着统计，要了解员工要继续留落来，还是要转职。公司只有个人的疏失，现在检察官都在调查中。那很抱歉，为了尊重司法，我目前可能不方便说什么。但是对于发生这件事情，我确实是非常的难过，也感到非常的抱歉。董事长2度来鞠躬会失礼，民用嘛表示已经委托着第三公证单位调查，为着要中建复工，因会聘请着包括消防、风暴等专家来组成着顾问团，而且会投入资金来改善设备。记者王丽婷、赵款屏东报道。